Hello，我係小詩，今日同一位普通朋友嚟到旺角康德斯酒店 The Place 食自助午餐。康德斯酒店 The Place 位於朗豪坊嘅4樓，經商場天橋就可以到達。今次嘅自助餐，我朋友係經 Klook 訂購，平日嘅午餐嘅價錢係502蚊兩位，午餐時間由12點至到2點半。餐廳會喺自助餐開始前10分鐘幫客人登記入座。一入到餐廳，俾人第一個印象就比較欠佳。雖然餐廳兩邊都係落地大玻璃設計，但係燈光非常之昏暗，有種睇唔清楚嘅感覺，好似去咗扒房食自助餐。其次就係餐廳安排嘅2人台實在係太細啦，雖然對我細細粒嘅身形冇影響，但我朋友係一個 XXL 身形大食得嚟又貪心嘅肥仔，佢要攞好多碟食物放喺個台上面㗎，而呢張台只係夠放到4隻細碟。今日雖然係平日，不過都全場爆滿。好彩呢度樓底高，如果唔係客人傾偈所發出嘅聲音，都會非常之煩擾。呢度其中一個特點呢，就係一個價錢呢已經包括紅酒、白酒無限暢飲，而啤酒呢就另外加錢嘅。凍海鮮呢就有5款：熟蝦、長腳蟹、龍蝦鉗、青口、東風螺。龍蝦鉗呢，酒店就冇預先開殼，外殼呢就非常硬，所以開殼嘅時候呢都有一定嘅吃力嘅。但係當你開到之後呢，就有一種我終於得咗啦嘅成功感。雖然呢肉質一般，有啲粗糙，不過辛苦過後嘅食物呢係特別好食嘅。龍蝦鉗呢已經係所有凍海鮮裏面呢質素比較高嘅一款。熟蝦肉呢就黐殼，所以比較難剝，蝦肉較軟，冇達到爽彈嘅程度。長腳蟹同熟蝦一樣，蟹殼呢就黐到啲肉實一實，難捨難離，剝唔到呢一隻完整嘅蟹腳，所以蟹肉呢都冇一疏疏嘅效果，而味道呢就過鹹。青口呢直情係腥到入唔到口嘅。海螺呢就正常發揮。刺身區呢會有專人即切俾客人嘅，不過師傅呢就過分賣弄刀工，導致每一件刺身呢都非常薄。另外呢，就係啲筷子有啲污漬，大家攞筷子嘅時候呢就要留意下啦。至於幾款刺身，三文魚、鯛魚、希靈魚、八爪魚、筆記貝都有合格嘅水平可以一食。到攞第2次嘅時候呢，師傅呢就冇再賣弄刀工，所以呢就切翻一啲正常厚薄嘅刺身。即切肉，今日呢就只有一款，就係燒牛肉。單看外表呢已經可以推測到牛肉嘅質素。燒牛肉最外邊同埋入面呢都比較乾身，欠缺肉汁，切落呢就有啲韌，同埋食落口呢都幾鞋口嘅。不過衡量翻價錢價格，其實呢個質素呢都可以接受，牛肉味呢都算幾濃郁。第
特色食物嘅款式都唔少，最顯眼就係鐵板燒食物，有豬肉串、魷魚鬚、牛舌、茄子。幾款嘅食物裏面最特別就係牛舌，同韓國午餐肉嘅味道非常相似，連口感都近乎一樣。其餘嘅食物我就比較推薦魷魚鬚。中式蒸點心係呢間自助餐比較受歡迎嘅食物之一，但就 refill 得唔算好密，所以如果想食又見到就可以夾咗返去先。今日嘅點心有3款：燒賣、奶黃包、菠菜鮮蝦餃。除咗奶黃包，其餘2款都好值得去試。明太子釀雞翼、香茅燒豬頸肉、吉列豬扒釀芝士，同埋焗芝士薯蓉釀蟹蓋。雖然味道唔算好突出，不過以呢個價錢有呢幾款食物已經算係有驚喜。如果想飽肚嘅話，仲有焗芝士白汁通粉、日式炒烏冬同埋粉麵專區。最估唔到竟然第一次喺自助餐見到有豆豉鯪魚油麥菜，味道都幾唔錯。至於沙律區呢度都交足功課，仲有整個自助餐最好食嘅三文魚忌廉芝士醬，配麵包食一流。肥偉見我食沙律，佢又開始着手整佢今次嘅肥仔牛油茶麵包，亦都會有用嚟掩飾佢食肉唔食菜嘅幾條野菜絲。今次佢又抄我，搽啲三文魚忌廉芝士醬落去麵包上面，成為咗三文魚忌廉芝士醬版嘅肥仔牛油麵包。甜品方面，呢度嘅款式種類都非常之多元化，除咗必定會有嘅雪糕區、蛋糕區，仲有即製嘅雞蛋仔、台式鮮草凍、麵包布甸等等。而蛋糕櫃嘅小蛋糕絕對係所有嘅甜品嘅亮點，每件小蛋糕都造型可愛，味道各有特色。要留意嘅係有啲小蛋糕係唔會再 refill，所以如果遇到合眼緣嘅小蛋糕，不妨先攞一件。栗子忌廉芝士慕斯，芝士輕盈唔會太漏，栗子味同埋芝士味好夾。開心果綠茶費藍雪係一個有綠茶味但係冇開心果味嘅費藍雪。竹炭芝麻芝士蛋糕，外表精緻，上面嘅朱古力片刻有花紋，蛋糕裏面有一層黑芝麻醬，入口充滿黑芝麻味。黑加侖子杏仁梨撻，睇顏色就可以判斷到係酸嘅甜品，可以中和返之前食甜嘅食物。
仲有個有得玩有得食嘅香水檸檬茶啫喱。場地大，不過取食物嘅地方呢就唔算好大。若果換座嘅時候呢，場面都有啲混亂。某啲用嚟夾食物嘅用具呢就好難夾食物。張台太細啦，再加上每一張台呢都有一個廚餘桶，影響用膳體驗。食物味道只係一般，某幾款食物呢係水平之下嘅，尤其係凍海鮮比較失望。相對甜品，由外形以至味道咧都非常到位，以人均250蚊嚟講呢，可以喺交通方便嘅旺角市區食到自助午餐，食物款式多，有水準嘅甜品，同埋任飲紅酒白酒，所以 CP 值咧係非常高。我哋今次揀嘅 MVP 呢，就係三文魚忌廉芝士醬。中意我哋嘅片記得讚好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